關注歷史文化，融入現代生活。青少年係歷史嘅見證者。由美國華商總會主辦，首屆青少年才藝日8月8號星期六上晝10點，響三藩市華埠都板街3大街區，書法繪畫、歌唱樂器舞蹈、醒獅功夫精彩呈現。海外華裔新生代活態守護中華文明，歡迎大家踴躍參與8月8號青少年才藝日，一齊活態傳承。喺今年嘅8月8號咧，我哋華商總會咧喺都板街between Broadway 至到嗰個 Washington 街嗰度咧，我哋有一個叫做青年才藝日活動。我喺呢度咧呼籲大家咧盡量動員你哋嘅小朋友啦，我哋嘅主要嘅對象係18歲以下嘅青少年嚟參加我哋呢個活動。咁呢個活動咧就係有好多嘢玩嘅，希望大家踴躍報名。